猎人在地前为了延续北港花灯原乡的100年工艺，云林北港朝天宫特别办花灯演习营，今年吸引超过80位民众参加。在地老师老师傅这个吴定兴的指导下，并且透过团队合作，完成真正充满创意的作品。北港朝天宫当年拢会举办花灯的演习营，今年嘛超过80位民众来参与。你若袂晓，就问老师，安尼。就是一开始其实会有点不知所措吧，可是到后面越做越有心得。我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花灯。所以我自己做就做得很有趣啊！朝天宫唔那是咧保存国家级的民俗，嘛是延续花灯的文化。咱明年过来继续会扩大举办啦这种的传统的技艺爱甲保留起来。那我们学校端就是会尽全力来配合，提供场地，在这一个场域里面尽情的发挥自己的创意。课程是北港镇在地艺师吴定兴来做指导，伊嘛希望借营队来向更较侪人传承这项工艺。其实今麦在往下面再传承，然后让他们再回去再传承给更多的学员。朝天宫嘛欢迎乡亲来发挥创意，做伙参加花灯比赛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